是台中的消息，有民眾發現大里的台中公園社會主體內底的消保法宣導的公告，出現着中國5星旗的國徽。這個公告是台中市政府印製，民眾質疑市府要出圖進前，竟然無一個單位發現着錯誤，根本就是螺絲擰去了。市政府是向市民來道歉，講是內部的審查有欠點，會檢討改進。就是這張公告引起爭議，搭在台中公園社會主體內底消保法政令宣導公告，主要是讓鄉親知影講，買賣時確認本身的權利，要消保團體甲相關的法則。不過看一個真上頂頭的中央主管機關出現中國5星的國徽。利益良好就是要反詐嘛，但是問題是就很明顯，它就有一個對岸的一個國家的標誌，就可能就沒檢查到還是什麼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真的是刻意這樣子的話，是蠻誇張的。是這起社會主體公告已經提掉啊，管理室嘛無要回應。因公告的是台中市政府主體發展的工程處，公告嘛表示，這個圖是 AI 形成的，不過為設計審稿核定到打出來，攏無一個單位發現講這個國徽有問題。民意代表質疑講，市政府根本是螺絲攏擰去啊。沒有最扯，只有更扯。雖然是 AI 做的，但是市政府的人都不用審查，不用看一下嗎？非常不應該耶！國家認同錯亂，還是你的行政審查失禮？台中市政府，你們真的不要卸任了，螺絲散了一地。我們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行政疏失。那對於這個行政疏失，我們未來將會深切的檢討。市政府回應講，這是用 AI 做出來的圖，這個內部審查的時有疏失，發現了後第一時間已經將這個宣導的公告攏總收起來。市政府甲大家會識的，並且講會檢討甲改進。